出声吟诗对心底，注行奇异代志，万民也以最欢喜。咱拢总有3站吼，咱三甲做伙来念，请请单前奏。来，高原感谢上帝，出声吟诗对心底，做家的代志，万民了以最欢喜。万民有他的心，你就是我对舞台出席，上帝的祝福就永远无离吗？咱经过足济的苦难，咱现在还搁伫苦难的中间，足济的百姓，总是咱要安怎会当知影上帝教咱三甲二八，伊是值得咱感谢甲学乐。这愿望咱会当对今仔日的礼拜中。咱来体会上帝的疼痛，在伊咱来感谢伊。咱再来念圣诗184首，上帝的疼痛哪会较大？这首诗用问号来做规首诗的内容。咱三角形的时，咱来看上帝的疼痛，敢有遐尔遐大？耶稣的恩典，敢有遐尔深，也是生命的感动，敢有遐尔快？咱三甲做伙，请一段请坐。
因为我知所信的救主，若深深倚靠，会得以保守，会保守所交托伊的，会保守直到迄日。伫即首诗内底，咱有三种的疼痛、稳定、甲感动，伫咱的中间。头一个就是上帝的疼痛，哪会遐大？伊欢喜喜乐互我，是安咱会当去有即个感动，讲上帝的疼痛遐大，因为而且讲伊拣我卑微小看的人，互我甲伊近我，就是咱对着上帝拣选咱卑微的人，诚做会当甲伊近我，咱会当看起上帝的疼痛遐大。耶稣的恩典哪会遐深充满伫我心内？是安怎呢？因为咱对圣经的福音，咱的心平安自在。对安尼，咱会当知影耶稣的恩典真正遐尔深，互咱伫真艰难的中间得到真正的平安。是安怎圣神的感动，哪会遐宽？也会当互我深知我的过失，因为对咱身上福音，咱的心受着感化，生命有换新，有换新正直。对安尼，咱知影圣神有咧做工伫咱的中间。咱今仔日三甲，而且有恩典，有疼痛，有圣神的感动，甲咱三甲做伙。伫即个所在，互咱会当来感受到伊上帝三位一体的爸囝上圣神的上帝，圣囝甲圣神，伊的至悬至大，互咱会当伫遮来体会到上帝的疼痛的长宽宽深吼。咱最后来唱第四节搁一遍。兄弟平安，今仔日是北区大专树港纪念主日，奉献地仔放伫座位的头前，请兄弟关心。请安静，当心来敬拜上帝，奏乐。
上主出欢喜的声，领着欢喜的心服侍上主，唱歌来到伊的面前，领着知上主是上帝，咱是伊创造的，咱也是伊的，咱是伊的百姓，也是伊草场的羊。三甲来吟诗学了上帝，圣诗26首，正诗26首，请起立。使徒圣经做伙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对圣神投胎，对在即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人来受苦，并是一个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名，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公同的教会，圣徒的相通，罪的赦免，体搁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三甲用启应文第9篇来应答上帝的话。启应文伫圣诗后面，请看11页。启应文第9篇诗篇24篇，大笔的诗，伟大的君王，地甲地上的万米拢属上主。伊甲地囥伫大海的顶面。啥人会当上上主的山？就是手清气、心纯洁。这款人会受上主祝福。这款人祈求上主。城门啊，着拍开。
妖的君王要入来。这位应妖的君王是甚物人？是百姓的上主。城门啊，着拍开。应妖的君王要入来。这位应妖的君王是甚物人？伊是应妖的君王。同心来祈祷。上主，阮的上帝，阮要专心感谢你，伫众神明面前唱歌称赞你。阮要因为你的慈爱甲信实称赞你的名，因为你互你的名甲你的话超越一切。听阮祈祷的上主啊，当阮伫患难困苦中求叫你的时，求你应阮。当阮的社会、全台湾甚至全世界，也有真侪无平安的代志在发生的时，求你鼓舞阮，互阮的心得到快乐。上主啊，当世界的国家、民族中间为着逐款的利益相冲突，个人为着私欲在争权夺利，甚至伫教会内面也是安尼，为着家己的私欲来相欺骗、相争，甚至互相指责、互相攻击。慈悲的上主，阮有罪啦，阮无听趁你的诫命，去疼厝边亲像家己。袂记得阮伫信仰个别所选任的去做和解的使者。慈悲怜悯的上主，求你赦免阮的辜负，求你教示阮，禁止阮的喙齿无讲歹话，禁止阮的喙唇无讲诡诈，带阮拒绝歹，做好事，热心追求和平。这几个月以来，台湾侪所在也面对严重的抗旱，侪人的生活受到真大的影响，种植的人无法度来维持因的日头。求上主怜悯阮的苦境，施恩互阮通紧紧脱离抗旱的苦境，也求上主时时提醒阮做好的管家。负责任来尽忠管理世界。今仔日是北区大专纪念主日，感谢上主差派林牧师来阮教会请安讲道，也愿你的圣神感动林牧师，互伊带着你赏赐的快乐甲智慧，开拓你的真理来利益阮众人。也恳求上主保守阮北区大专事工委员会甲台北大专学生中心的正委员甲同工，赐予因教业的智慧，互因伫七星甲台北两个中会新的合作关系中，通有好的协调甲安排。也恳求上主继续赐福阮学生中心的同工甲因所推动的事工，伫逐款的欠缺中，也通用这介有限的资源来利益更较侪的大专青年。阮也恳求上主帮助阮担在大专读册，甲今年要升入去大专的青年，求上主赐福因。互因会当伫学校有好的名声，利益众人；伫教会有好的服侍，也时时尊叹你的话。阮诚心拜列以上的祈祷，这时阮也要照主所教示阮的祈祷文，同声祈祷吟讲。
请做伙来恭读上帝的话，记载伫旧约撒母耳记下卷第6章第1到第15节，伫台语汉日本圣经旧约第334页，和合本修订版旧约第428页，旧约撒母耳记下卷第6章第1到第15节。大必搁组织以色列中所敬的3万人，大必起身带第伊的众百姓，对巴勒犹大去，要对遐讲上帝的规来。这个规的名是用坐伫2个基路宾的中间万军的耶和华的名来称的，因系上帝的规。伫新的车对山顶阿比拿达的家载出来。阿比拿达2个囝乌撒甲阿希约赶迄个新车，因将伊甲上帝的约柜对山顶阿比拿达的家载出来。阿希约行伫柜的头前，大必甲以色列的全家。伫耶和华的面前，用香茶所做逐号的乐器，甲琴、瑟、玲珑鼓、大鼓、钹来作乐跳舞。第6节，因到拿郡的五角场，乌撒出手扶上帝的约柜，因为牛着踏。耶和华受气乌撒，上帝伫遐因为伊的错误来拍伊，伊就死伫遐，伫上帝的柜边。因为耶和华忽然拍死乌撒，大必无欢喜，就称迄所在做必列斯乌撒到今仔日。第9节，当迄日，大必惊耶和华讲，耶和华的柜抬倒通到我的所在，对安尼，大必毋肯将耶和华的柜放入大必的城，到家己的所在，大必就将伊换入加德人俄别以东的家。耶和华的柜踮伫加德人俄别以东的厝3个日，耶和华赐福气予俄别以东甲伊的全家。12节，有人甲大必王讲，耶和华因为上帝的柜赐福伫俄别以东的家，甲囝若属伫伊的，大必就去欢喜将上帝的柜对俄别以东的厝到大必的城。跟耶和华约柜的人行6步，大必就献1只牛甲1只肥的精生做祭祀。大必伫耶和华的面前尽力跳舞。大必下右地步的以弗得，安尼大必甲以色列全家跟耶和华的柜上来，出欢喜的声，分扫角。请林正坤牧师讲道题目是将耶和华的约柜扛起来。请同心啊，头壳来祈祷。至圣至尊至荣光坐伫关关宝座上帝，阮献上阿罗甲感谢。今仔日阮属伫你的正经日，伫你国外的生日，三甲为着伫你的圣殿，伫遮吟诗，伫遮学乐，伫遮敬拜，愿你亲身来感纳，搁一遍借着你无路的罗卜所讲人有限的话，恳求你的圣神大大感动祝福，互阮听见主你所要教示阮的话。愿一切荣光归于你，愿一切平安福气归于阮正大家。靠主的圣名祈祷，阿门。各位亲爱的牧长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常常甲咱三个伫地。读咱所读的圣经撒母耳下卷第6章第1节到15节，
读这段圣经了后，咱至少伫理性上会发现有3项真要紧的要义的点。第一项，就是搬耶和华上帝约柜是用新车，毋是旧车。佫有2个祭司来带路，大笔佫亲身经3万个人，做伙伫遮用上茶所做的各种的乐器，伫遐大阵容，互上帝得到尊荣。安尼上帝敢讲佫无满足吗？安尼还佫咧生气。第二项，到了哪滚会确定的时阵，因为牛着达，拢知影牛若着达是牛车就会显。即个伫顶悬所在约柜，伊就大震动，那安尼约柜就强要车倒啊！乌撒就随时伫边仔伸手扶即个约柜，敢讲这毋是真自然的动作吗？是安怎上帝哪会遐尼生气？当场将乌撒杀死伫迄个约柜的边仔。到底为什么上帝要杀伊咧？原因伫倒落？第三项，咱有看见大卫因为看见上帝杀乌撒，就心内无欢喜，甚至非常的惊讶。因为安尼缘故，伊无要将上帝约柜照原底计划，要对即个基列亚人的所在再到伫耶路撒冷城，伊无爱啊！即马我到倒位去？我到伫加特兰、俄别以东因兜囥伫迄个所在，就已经无爱再来耶路撒冷啊！是安怎第二遍大卫王佫要将约柜佫甲再倒转来？即个耶路撒冷第一摆失败，第二摆是安怎任务乃会完成咧？到底原因伫倒落？咱要分做4部分三角来想。第一，就是到底什么是耶和华上帝约柜，有什么款的意义？第二，为什么耶和华上帝约柜遮尔要紧的约柜竟然会受掠？第三项，伫即个受掠处境的中间，人是安怎面对上帝？佫有什么款的作为？最后，咱来看大卫的心意甲伊的作为。头前，咱先来看，什么是耶和华上帝约柜咧？咱拢知影，耶和华上帝约柜的制作是根据出埃及记25章第10节到22节，37章第1节到第9节，有2篇记载拢相像。讲起即个约柜是用做甲板去做的，长112.5公尺，悬甲宽拢总是67.5公尺。做好的时阵，做甲板做好钉好势了后，随时就要从外口内面拢爱用纯金甲伊框互伊好势。框好了后咧，爱伫4角头的所在做4个金环。然后咧，用钢做甲撑过，因为约柜是爱用钢的，毋是用材的。线接就爱伫即个顶悬，伫迄个挂的顶悬的所在，爱做金叶边来甲伊装它，互伊水水。相时咧，伫即个挂的顶悬的所在，爱做一个施温座，就是用纯金铺一层纯金伫迄个中间来做施温座。最后咧，爱伫上顶施温座顶悬的所在，做2个基路兵。这2个基路兵连做伙，因为是基路兵就是天使，2个天使就相对上用2个石鼓，安尼约柜甲牵起来，表示是保护意思。到底用遮尔济遐尼功夫来做这个约柜，到底伊内面藏的是甚物物件？伊所藏的物件内面有3项。伫希伯来人书第9章第4节讲甲真清楚，这3项物件，第一就是用金乌所底的玛纳，这是根据圣经中间出埃及记第16章的中间所记载的。上帝吩咐摩西讲，你要将你40年久所食的玛纳，爱摕淡薄甲放伫金乌内面，就是金罐子，
放伫遐，然后甲放伫即个约柜内面做永远的纪念。这是第一项。第二项是甚物呢？就是阿伦发芽馆。阿伦发芽馆，阿伦发芽馆是安怎放伫内面的？是根据民数记第17章顶挂人民所写，因为以色列百姓毋听上帝的话，上帝将瘟疫拍死中间真侪人，拢总7万个。伊中间上帝通过摩西、阿伦的祈祷，阿伦就摕迄个金香炉伫会众的中间伫遐来巡视，然后伫遐来祈祷，望上帝煞才会拢总的受气。结果呢，结束了后的时阵，上帝吩咐摩西讲：“你着招12个即个支派的即个族长，拢总我来，摕手呢代表官兵的管来到你的面前，然后将因的管拢放伫会幕内面。”第二天，上帝要拣选什么人来成做这事，成做一个引带带领信仰的人。结果呢，第二天起来的时阵，阿伦的管结果呢发芽、开花、结籽，迄个中间咱看去做永远的纪念。这是第二项。第三项就是根据圣经出来记记第16章的中间所记载，就是要将两块耶和华上帝约版。这10条诫命，甲放伫约柜内面。那安尼看起来，耶和华上帝约柜所代表的就是耶和华上帝同在。伊安怎同在？伊第一，伊是供给的上帝，有玛纳伫内面；第二，伊是引出的上帝，佫是保护的主；第三，伊是讲话的上帝，伊有律例、典章甲法度，有教育。恁每一项都伦理道德都提升，信仰都提升，都尊坦上帝话来看，伊的话永远拢袂止煞，常常甲你三脚地地。这是约柜中间所代表意义。煞接咱来看，伫这个中间，咱已经了解什么是耶和华上帝约柜。第二项，当咱来看，耶和华上帝约柜是安怎会受掠的？咱拢知，以色列百姓因若安营作战时阵，无论去到倒位，约柜拢是放伫整个所有百姓因安顿即个12个支派，东边、西边、南边、北边各3个支派，会幕放伫上中，佫是伫正至圣所内面。请问，要掠耶和华上约柜敢较简单？这是足宝贝的物件，真困难。总是耶和华上帝约柜竟然受掠，到底为什么？原因有几项。头一项，大先先来看，受掠迄个时阵的时代，这是什么？叫做以利记载撒母耳上卷第1章12节到17节的所在，有一个故事咱真熟。咱拢知以利加纳甲罕娜两阿某结婚了后，罕娜袂生，毋过伊有一个细姨叫做毗尼娜，生甲变变叫。罕娜因为袂生真艰苦，特别去耶和华上帝的圣殿伫遐敬拜主的时，伊就铁口，毋食毋啉，独独祈祷耶和华上帝。迫切祈祷的时阵呢，咱拢知一人迫切祈祷的时，一念，哇！全到伫无我的境界。迄个时阵呢，伫圣殿内边，佫袂使大声祈祷呢，因为惊去吵着别人啊。以利看到，讲姊妹啊，啉烧酒嘛，毋通啉甲遐尼醉吼。你有发现真严重的问题无？以利是祭司头，少年的判断竟然是失措，这是第一个问题。佫较严重是后壁，撒母耳上卷第2章12节的所在，讲起伊两个囝就要煞接伊做祭司的囝。何弗尼、菲尼哈，这两个囝竟然是歹人。12节讲，17节讲伊毋认捌耶和华上帝。22节到25节讲，伊甚至藐视耶和华上帝的诫命。过来咧，上帝看见无欢喜，想要杀伊。那详细咱就家己看圣经。这是第2项。第3项。12节17节的中间，佫讲祭司伊这两个囝呢，
竟然伫会幕外口的所在，甲遐服侍妇人人有交合。所以咧，有人甲祭司讲：“以利亚，恁囝哪做遮歹代？”以利就甲因两个囝叫来，甲伊讲：“囝，你若得罪人，还阁通得着赦免；独得着耶和华上帝，得袂着赦免。总是因两个囝拢毋听，所以耶和华上帝是要杀伊。”那照咱来看，《撒母耳上传》第3章第1节的演变是甚物款？就是因为当时的领导者就安尼，所以会友就毋免讲啊。讲当遐日，耶和华上帝语言少少，并无常常有启示。安尼讲上帝毋讲话啊啦。咱拢做人的老爸老母，假使你的囡仔若毋听话，是就甲骂、甲拍，若拢毋听的是，到落尾你就安怎？你评断佫再讲话啊？一个失望的爸母，哪有要佫对伊迄个陪个囝佫再讲话呢？上帝毋讲话啊！撒母耳上传第4章讲起一项故事，就是以色列百姓是要欺负人，要攻击非利士人。第一遍攻打的时，结果咧，太师无大人拢总死4000个，心内就无欢喜。这以色列长老心内就安尼讲耶和华今仔日为什么？互阮摆伫非利士人的面前，遮尔无民主。安尼好，无咱就将耶和华上帝约去甲对示罗所甲降到即个正定的所在来，降来。啊，真正何弗尼菲尼哈就将耶和华上帝约柜对以便以下的所在就对示罗所在降到伫以便以下正定的所在，就甲因相杀，结果咧害输啊！征回第一遍死4000个，即摆死3万个，败佫较厉害，就因为失败，所以耶和华上帝约柜就受掠。当耶和华上帝约柜受掠了后，何弗尼菲尼哈两兄弟仔拢死伫战场。这个消息传到伫以利的耳孔边的时阵，伊就倒向海，阿妈棍就弹起来死。像是菲尼哈的太太，拄有心要生囝，听到伊的公过身，伊的先生也过身死伫战场的时阵，伊就迄个时阵大着囝就来难产，生一个囝。有人甲讲恭喜你哦，你著生一个囝，著号什么款的名？伊讲做以家谱。以家谱意思是什么？就是耶和华上帝荣耀已经离开以色列。耶和华上帝约柜啥事比了？因为耶和华上帝荣耀已经离开以色列。那安尼看起来，伫即款的处境的中间，人安怎面对耶和华上帝？佫有甚物款的作为呢？当即个以色列人战败了后，咱看地图所在有一个以便以下，咱就看去一个界界红色的所在。对示罗约柜就到伫以便以下，伫以便以下甲雅弗的所在相太太师约柜就受掠到伫雅弗，对雅弗的所在就落来送到伫什么所在？到伫非利士人的首都，就是到伫雅什突的所在。来到伫雅什突的时阵，遮个非利士人安怎面对约柜？就将约柜甲放伫大袞庙的内面，放伫大袞身上的边啊，甲当作战利品。第二天因爬起来时，发现一件代志：大袞的身上足悬，有2-3层楼的悬度，总是遮大的大袞身上，竟然倒伫拍伫耶和华上帝约柜的头前，会奇怪哪会安尼？因觉得一家伙是毋是昨暗大地震啊？无哪会遮严重？然后佮菜刀转去，无拍算。第3天起来的时阵，发现大袞的身上毋干呐，佮一摆倒伫约柜的头前，佮因为伊的头壳去讲到迄个门槛的所在，地到咧已经拢断去，规个大袞身上拢吹起，拍伫耶和华上帝约柜的头前。再也毋是甲安尼尔，对迄阵开始。所有雅什突所有一切的百姓，每一个拢着痔疮。毋敢安尼，也佫有真侪鸟鼠伫因的遮城墙以及遮土产的所在，伫遐食所有一切物件。我安尼形容讲，
因背逆耶和华上帝约规，看轻耶和华上帝约规，结果是甚物？三项：第一，坐立难安。这也毋是，那也毋是，啊，要着伫床你想看嘛，是毋是安尼？第二项，民不聊生，安怎呢？我土产我互了解，食了了。第三项，因无依无我安怎？因所挖靠的大棍的身上，都已经拢倒坏搁碎去啊！这是伫非利士境界状况，就是一款的情形。结果呢，咱来发现，毋敢安尼，这亚实突的人就惊赢，讲安尼约柜毋通伫阮遮，也袂送去倒。所以教路要互亚述之女，亚述之女讲安尼莫来哦。要阿萨，阿萨讲啊，加萨讲啊，你毋通来吼。结果咧，毋惊死，一个是加铁。来到伫加铁的所在，原来是共款拄到即三项真要紧的灾害，嘛是拢坐立难安，嘛是民不聊生，嘛是无依无我。到后尾来到以吉伦，要到伫以吉伦的时阵吼，以吉伦人真巧。因讲吼，若安尼若来是要安怎样处理？假使阮拄着，若甲因拄着拢相像，是要安怎样？因心内是讲安尼好归去，这个是因就拢问好遐行邪术的人，就问讲要安怎样处理？因就甲因讲，你这是属于以色列人，上帝约规你着行因嘛。但是行因吼，都要有陪坐礼呢。安怎样陪坐礼？用新车来个载，然后陪坐礼用。两项物件，第一用金仔来做5粒金鸟翅，甲5粒金痔疮来代表陪做。因就安尼，照这的步数拢创好势时，从对以吉伦的所在就送到伫毕士麦的所在去。所以毕士麦人。定下咧收怪是看见讲，哇！约柜转来，哇！非常欢喜，大声迎接，就安怎？就将约柜放伫当时伫约书亚的田园的大石盘顶悬，伫遐献祭，将迄两只牛抬做祭物，然后咧将迄个柴牛车甲破咧，正做迄个祭祀的柴，然后献祭伫约书亚的盘石顶悬。献祭了咧，将约柜全放伫石盘顶悬。了咧，大家啊，都天暗嘛吼，要回家啊。啊，大人拢转家己的厝，约柜还搁伫约书亚田园的所在，伫石盘顶悬。第二天有真侪人爬起来，拢真好奇，约柜毋是转啊？啊，约柜毋知写出啥款吼，毋捌看到，想讲要来看卖咧，啊，望看卖咧，详细佫讲内面毋知有啥款的门。底毋知内面是底什物物件，嘛小显出来看卖咧。圣经伫撒母耳上卷第6章所在描写真清楚，甲咱讲因善观耶和华上帝的约柜，因乌白轻看耶和华上帝约柜。你甲上帝无欢喜，就派因中间70个人死伫迄个所在。必须卖人拄到即款的境遇，就心内真惊赢，就安尼讲。讲啊，耶和华上帝是至圣至尊的上帝，遮尔圣洁的上帝，有智慧会当圣洁到安尼来服侍上帝咧。若是安尼，有啥物人肯服侍，请因来替哦。叫人知影必须卖人是啥物款的人。结果这个消息出去了，基列亚的人听到讲约柜经转来啉，必须卖人毋爱对安尼无留怨，啊就再到伫基列亚的所在来，再到倒位去互相服侍。圣经写甲真清，到伫阿宾拿达的家，就是祭司阿宾拿达的家。阿宾拿达安怎处理咧？阿宾拿达就叫伊的囝以利加撒来服侍耶和华上帝约柜。兄弟姊妹，假使你若阿宾拿达约柜来到恁兜，你会安怎服侍？你毋是应当会亲身服侍吗？敢是用嘴服侍？啊，叫东叫西，叫人来服侍，咱应当袂安尼，敢毋是？但是阿宾拿达竟然叫因囝来服侍，虽讲是安尼，毋过约柜已经来到对的人的手里，是伫祭司的家，所以耶和华上帝渐渐挖滚以色列，伫伊的家人约柜拢总伫遐住20年久。圣经就来到今仔日咱所读的。
大逼就到伫巴拉犹大，巴拉犹大另外一个名叫做基列亚林，就要将约柜甲扛倒转来。这是伫狩猎的中间，人安怎面对，甲上帝作为就是安尼。所接，咱来看大逼的心意甲伊的作为是啥款。头一项，咱来看大逼伫历代志上13章第30个所在。大逼王真清楚，圣经描写讲，伊就接受所当伊的国度已经稳定了后，伊才对北国南国合并的联合王国中间的分王的时阵，伊就非常欢喜。头一项要做代志是啥物？就是调集所有的领导者，甲所有的祭司以及所有各支派领导者斗阵，甲所有一切会众甲因讲。伫扫罗执政的时阵，咱拢毋捌伫耶和华上帝约柜的面前求问伊，毋捌伫约柜面前祈祷就对啦。所以约柜伫倒，即摆已经早伫基列亚林的所在，咱应当将约柜扛倒转来耶和华上帝的圣城耶路撒冷。我已经备办好势，要互约柜放伫什么款神圣所在，已经真清楚。咱若看诗篇的时候，知影大逼是合上帝心意的人。有一则圣经描写甲真趣味，甲咱讲，大逼人讲：我若受到耶和华上帝的，我若受到耶和华上帝，我就强要分去。意思是讲，我切切心无主，到安尼。咱拢知影大逼王是一个非常疼上帝的人，所以上帝约柜又非常尊重，所以伊要将约柜对基列亚林的所在搬到伫耶路撒冷，总是第一遍失败，这咱知影。但是写出第二遍的成功呢，这有一个关键的问题。头拄仔圣经讲真清楚，当乌撒受拍的时阵，伊大着惊无欢喜。所以，伊就将约柜无再入去耶路撒冷，挖到伫加特人俄别以东因兜。有人就甲伫俄别以东因兜3个月，上帝就祝福俄别以东。有人就将即个话祝俄别以东的代志，甲大逼王讲，大逼王听着就欢喜，就愿意第2摆甲接倒转来。安怎接是安怎敢接？为什么肯接？因为伊对着秘诀，伊就去问俄别以东甲请教，我第一遍失败呢，奇怪，阮去处理就拢失败，踮伫恁兜你就受祝福，秘诀伫倒，伊就甲教。圣经无讲伊去甲教，但是我相信一定有去甲教。若无第2摆去办是哪会成功？步数拢完全哪会遮尔正确？原因就是俄别以东。甲大逼王讲真清楚，你着做4项代志，记载伫历代志录上卷15章。有几项？第一，要搬耶和华上帝约柜，第一爱求问上帝。上帝啊，通搬无？要搬是当时来搬，你嘛爱问上帝这个，敢毋免问吗？你要搬上帝物件，毋免问吗？第一爱问。第二，就爱调集迄个有资格通扛约柜的人。搬刷约柜人，什么人？利未的祭司上好是高下族，咱就倒转看民数记第4章，就真清楚。第三，利未人毋通讲我有资格就来扛啊，袂使哦。要扛进前，爱家己清气家己，面当自洁。你着洗身躯、洗衫，毋干安尼，着去献赎罪祭，通正做主所欢喜的。第四。袂使用载，都用光的。对基列亚林到伫耶路撒冷城，约略至少嘛有60几公里。请问用光的较紧，还是用载较紧？当然嘛是载较紧啊，但是袂使，都爱用光的，都爱用光的。所以当大逼王完全照这个架势来行的时阵，就真成功将耶和华上帝约柜成功伫迄个所在。再到伫耶路撒冷的所在，咱来看起来故事拢已经结束。不过，
第5项，要对约柜经过这两种的境界来看见4种无共款的百姓。头一个，对非利士的是非利士人是甚物款的百姓呢？是甚物款？是藐视上帝歹囝呢？因为将约柜放伫倒位啊？放伫大君庙的骹下，放伫骹下，藐视啊！大君庙2-3层楼，啊，约柜了偌悬，67.5公分尔。你是我的战利品，藐视上帝。今仔日咱毋知是毋是亲像即款的囝，是藐视上帝的歹囝，也是亲像必士卖人共款。乌白看上帝，无尊重上帝约柜，乌白显乌白看，是轻视上帝歹囝，也是亲像基利亚人的人。阿比那达无法亲身来服侍，所以叫因囝服侍，用嘴来服侍，伊是一个侍奉不到位的儿子。第4项也是亲像加特人乌别以东，完全照上帝律例典章法度来办理一切代志，拢照上帝话来做，毋是照家己意思来做，是尊敬上帝的囝。请问咱在座有留兄弟姊妹，咱到底是属于倒一个囝？你即卖是踮伫甚款的境界？最后，我要用3点来做我结束。头前先讲一个故事。美国奥克拉荷马州的一间神学院，有一对神学院的老教授的夫妇，因两个互沙巴迪克，就是讲要去佚佗，毋知要去倒，有人甲介绍，讲你着去田纳西州的所在有一个度假村非常的水，你会当去度假，因就到伫迄个所在。到夜时就真忝，哇，已经暗时啊，就困了。早起一个爬起来时，发现讲，哦，即间饭店哪会遮尔水，有山有水。特别是到伫食早顿的所在，迄个餐厅是一个落地窗看出去，哦，迄对面的山有够水，啊头前过河，哦有够水，真欢喜。坐咧就准备讲要来食早顿的时，心内咧想讲，看会当今仔日无人来甲阮吵，互阮安安静静会当食即顿早顿。无拍算串惊串到呢，竟然有一个老伙仔白头鬃来到伊的面前。就甲伊请安讲啊，先生啊，请问看起来恁敢若毋是阮田纳西州的人吼？啊，请问恁对倒来啊？讲啊，阮对奥克拉荷马州来呢。啊，请问你伫倒位高照啊？你咧做甚物款的头路啊？讲啊，阮就伫新来教册啊，感谢上帝，愿上帝照你手所做的工作，毋望主照你平安。我咧，伊就走了。虽然这中间的对话敢若短1分外分钟尔，总是互因翁仔某、教授翁仔某印象非常好。讲这个人哪还尼亲切，就真好奇问迄个委托讲：请问啊，头拄啊迄个白头鬃的老人到底是甚物人？讲啊，你毋捌伊哦，啊，你一定毋是阮田纳西州人。讲对啊，请问伊是啥？伊是阮前田纳西州的州长，叫做 Ben Hopper。啊是安怎？伫即个所在，我看伊伫餐厅所在行来行去，咧甲人讲话，到底伊咧做甚物？哦，你毋知影哦，我有一个故事，我讲互你听。你有看到迄个头前迄个山无？伊以前互因兜住伫迄个山骹，伊是单亲的家庭。啊，所以从细汉的时阵吼，伊拢足听伊妈妈的话。若毋是伊妈妈话，伊拢毋听。爱上惊人问，伊有一个特别的习惯，就是伊无爱人问讲，啊，恁老爸到底是甚物人？因为人若问讲你老爸是甚物人，伊家己嘛毋知啊，所以吼，伊就足无爱人问即句话。若问即句话，伊无法度用的时，伊就生气，就会骂人，甚至拍人。所以伊真出名，真出因庄内上互人上头疼的人，是一个歹囝。不过伊有一个好习惯，听妈妈的话。妈妈甲交代讲，你逐礼拜拢爱做礼拜，你伫外口做甚物，我拢无插你。总是你逐礼拜一定要去做礼拜，伊足乖，伊就逐礼拜去做礼拜。哇啊！因为老牧师讲道吼，有时拢拖真久吼，啊动作嘛真慢呢。伊逐遍做礼拜有2个特色，第一个就是迟到，迟到甲早退。第二个习惯一定坐上壁甲迄个所在。当牧师若要接到手举起来的时阵吼，伊就安尼爬起来，因为牧师动作真慢。最后伊就对后壁咧锁咧，啊就出去啊。为甚物呢？
为想要提早走呢？一家人问伊讲：啊，恁爸是谁呢？无偌久，伊来做礼拜了后，有一天忽然间讲：啊奇怪，啊讲到迄个牧师来变少年呢？195公分的新来牧师，因为老牧师已经退休啊。所以伊嘛是讲，甲以前做礼拜拢共款，嘛是迟到啊，嘛是准备要早退。牧师若足到手举起来时，就看时讲无问题，伊嘛惊人问讲，到底恁爸是谁呢？无拍算吼。当牧师咧足到时，少年牧师目色真好呢，迄个余光看着讲，我手一个要举起来，迄个人就爬起来。好，牧师足到足紧的，老牧师足到。愿主耶稣足办的，这牧师愿主耶稣，2-3秒钟就牵手起来时，我哋对边仔所在锁一就走去头前的所在，我甲张咧拄要做，我甲张去。张咧时阵吼，就讲小朋友，迄阵伊12岁啊，就讲小朋友啊。好，我是新来的牧师，我前午嘛来做礼拜，每一个人我拢爱甲伊请安。来请安，我看你已经爬起来，实在互你惊着安尼吼。歹势，请问你住伫倒？问咧，你知影咧讲话过程中间，迄个会友煞花了后，是着一个拢已经出去。我当人上济时阵问一个问题，讲恁爸是谁？大家全当场停格，大家拢是要知即个答案。去互牧师掠着吼，佫袂走去。牧师问即个问题，就是阮正人所要得到的答案。今仔日你走袂去啊吼，今仔日一定会得到答案。牧师看着迄个囡仔伫伊手里牵礼的时阵，伫遐摇摇喘，面仔红光光，毋知要安怎，真尴尬着合的时阵，忽然间牧师互信心感动。伊知即个囡仔一定有困难，伫即个问题顶悬。牧师忽然间讲：“哎呀，我来遮尔戆啊！我头拄你的家谱我咧甲看了啊咧，恁爸是谁？我来无清楚，我清清楚楚。咱将伊，因为牧师真勇啊，190几公杀了就甲举起来。甲讲我来遮尔戆，哪毋知恁爸是怎啊？佫甲你问遮尔戆的问题，你是上帝的囝，无恁爸毋是上帝，无是啥？”你就是上帝的囝，你的老爸就是上帝。我哪遮尔讲，问遮尔讲的问题，连即个囡仔家己都毋知答案。今仔日牧师会真清楚答案。迄个囡仔全目屎连落来，对迄阵开始，伊才知讲，我是什么人，我到底是谁？等于知影伊是什么人的时，伊就无搁再惊人问讲，恁老爸是谁？就迄阵开始，上帝予伊恩赐，逐项拢伫咧反映，愈来愈乖，愈来愈有成就，愈来愈晓读册，到了要做家，正做天下始祖祖宗。伊真感谢主，因为上帝遮尔疼伊，予伊今仔日的成就，所以退休了后，伊专心服侍上帝。拢来伫即个度假村的时，逐工拢伫人食饭上要紧的时阵，伫遐共传福音，因为迄个时阵人的心上贵。兄弟姊妹，你是上帝什么款的囝咧？今仔咱的第八讲，将耶和华上帝约柜是扛起来，抑是扛起哩？我要甲大家讲，是将耶和华上帝约柜扛起哩，扛起来是安尼。这圣经吼，直接对毋对？扛起来，然后咧，鼓来安怎？我甲放落去。今仔来做礼拜，咱拢咧扛耶和华上帝约柜，因为耶和华上帝约柜所代表是上帝同在，对无？上帝今仔日甲咱做伙做礼拜，咱今仔就是咧扛即阵咱咧扛耶和华上帝约柜。做礼拜一个煞，咱要转去啊，佮将圣经安怎？放倒转去，叫做扛起来。一礼拜，今年安尼，明年安尼，逐礼拜拢安尼。咱的属灵的状况永远就是扛起来，搁落去，真兴奋哦！做礼拜真好，啊，搁扛落去，原地踏步。10年、20年、30年，咱的属灵的聆听
拢有缘得者。甲讲起是啥物意思？我设定目标，即礼拜做礼拜，我要搁较进步。今年比明年搁较进，明年比今年要比旧年搁较进步。期待明年比今年搁较进步。我设定好势，即礼拜咱做礼拜好，我做礼拜5万，将摇啊上约柜扛到遮来，甲扛起哩，抬上去，不是抬起来。我5万咱常常拢伫属灵聆听中间来进步来迎向上帝。最后，对啊，咱较关键的人物是啥？就是加特人俄别伊东。加特人俄别伊东，这有真深的意思。咱先来看是安怎加特人俄别伊东，咱会遮尔了解耶和华上帝的心意是安怎？因为伊将上帝话定掉咧，定甲清清楚楚。逐到读圣经，祈祷将主的话，从律例顶中拢记伫头壳底，甚至甲背起来，是安怎呢？你甲想看觅，伊偌厉害？俄别以东就是以东的罗卜的意思。俄别以东就是以东的罗卜的意思。请问伊是祭司，是倒位人？是犹太人呢？伊犹太国的人，伊是一个利未人，伊的血统是犹太人的血统，但是伊是受了真做以东人，捌受了真做以东人的罗卜。啊，即摆伊搁倒位人啊？加特人，加特人是加特倒位啊？头仔已经讲过，伫倒位菲利斯对无？所以伊经过3个环境，啊，咱拢有前所的经验对无？咱检测中间有真正住伫什物嘉义，尾啊搬去高雄，啊，即嘛搬来台北哇，搬来搬去，有真侪环境的变化。但是无论安怎变化，俄别以东加起来俄别以东，经过3种的大变迁，但是伊犹原对耶和华上帝专心一致，服侍伊的话。鼓励咱正兄弟姊妹，也是俄别以东，将上帝律例典章谨记在心，刻掉伫心板上，逐工灵修祈祷，将圣经摸条条。愿上帝祝大家，同心啊，头三个祈祷。主耶稣，阮感谢你，互阮淡薄时间伫遮三甲分享主你的话，愿你话正做阮骹前的顶路，就会更照亮阮头前的路站。互阮通正做下你心意的路，不甲鲁比，互主你用，互教会得兴起，靠主的圣名祈祷。阿门。用短短1分钟的时间来报告大专的事工，大声爱大大感谢。咱上山教会全体中级兄弟姊妹，甲过去的服侍牧者，对伫北区大专中心的关心甲疼痛，我知影恁非常支持大专的事工，因为咱拢真清楚一项事，今仔日的大专事工是明仔载咱教会真济动力。60多年来，恁的支持甲贡献，愿上帝纪念甲祝福，请继续来支持大专的事工。代表大专事工的主委谢达比牧师来甲大家请安，多谢。请掀开周报来读今仔日的金句，请咱做伙来读2遍。为着这个缘故，我点醒你，爱你将上帝对我的下手所予你的恩赐，搁训诫，亲像雨搁盐一样。因为上帝所赏赐咱的，毋是惊吓的心神，就是关联仁爱守己的心神。摩太后书第1章第6到第7节。为着这个缘故，我点醒你，爱你将上帝对我的下手所予你的恩赐，搁训诫，像雨搁盐一样。因为上帝所赏赐咱的，毋是惊吓的心神，就是关联仁爱守己的心神。摩太后书第1章第6到第7节。三甲来吟诗，回应上帝的话。圣诗184首，184首，请起立。
奉献，请廖桂甘执事、詹辉执事、杨益祥长老甲陈明基执事来负责奉献。请起立。请坐，请看周报第138页消息报告。第3点，今仔日是北区大专树工纪念主日。这青中会校园树工部特派林正坤牧师来咱教会讲道请安，感谢林牧师，也请兄姐关心代祷甲奉献。牧区消息第1点，上年团契定4月28，拜三早起10点举行团契聚会，邀请田宇欢心理师分享正向心理学享受人生下半场，请客友参加。有传中昼顿，中昼顿了后有桌顶生意活动。肢体关系的第1点，本教会出身的刘润平牧师，今仔日下晡3点半要就任圣望教会第5任牧师，要参加受集感恩礼拜的兄姐，请伫公报栏扫 QR code 报名，因为有1名制的规定，报名了请自行前往。第3点，姚庆兄秀玲姐的大汉查某囝宇文姊妹甲宇杰兄点5月初1拜六下晡4点半，伫台北万豪酒店举行结婚礼拜。恭喜！
奉献部分若有订单，请找财务组总值收证。周间聚会甲后礼拜的圣工事奉，请家己看。请陈牧师补充报告甲介绍新来的人客。好，今仔日咱有新来的朋友，就是 Stan 姊妹 Stan， 嘿，欢迎你，欢迎。好，伫遮有2项补充报告，第一项，等下咱伫1楼有曾正志牧师因的迄个饥饿对策协会所卖的一寡物件，咱会当做伙来参考。第二，因为咱这几工咱知影讲有华航的机师感染着迄个所以即马因迄个就是咱来刷卡上好爱刷卡，因咱知影清真寺就是即马搁咧继续调查的中间所以咱为着要互咱搁较安全伫遐聚会，请咱会当刷卡，咱会当摕咱的敬老卡，咱长辈摕咱的敬老卡，也是咱平常用的悠游卡拢会当伫1楼遐来建置你的资料，然后咱每一礼拜来刷卡，互咱会当真安全的所在伫遐来敬拜。好，这是咱做伙来为着咱兄弟姊妹来祈祷。但是咱为着郭宗贵兄弟也祈祷，伊伫病院中间，伊伫西游记，咱恳求主赐福保护伊。嘛为着张月琴老师，伊伫病院伫做复健的治疗，也恳求主看顾。为着俊生兄，伊嘛是共款伫病院治疗。为着赵佑庄，这是赵金玉姊妹的哥哥，为着伊来祈祷。咱为着你处理疗养的雨婷、蔡珠姐、民主姐、水明兄、庆和兄、邓妈妈。公鸡姐、陈其宏长老、春文兄、阿淑姐、素梅姐、怡礼、慧玲姐、方梅姐、志金姐、谢丁兄、明理姐、富美姐、阿菊姐、阿秀姐、郭元兄、东龙兄、李翠老师家号这来祈祷。好，咱嘛为着今仔日所听见大专因的需要来祈祷，嘛为着咱台湾继续会当有落雨、有够夜雨水，也世界遮真严重的疫情佫离真侪国家咱恳求主的怜悯，咱开喙来祈祷。做你的囝儿，互阮会当来到你的面前来认捌你。虽然阮毋免亲像旧约时代有遐尼济规矩，总是主恳求你，互阮真正清起心，备办家己来到你面前来领受你的话，成做阮头前的灯，路上的光。恳求你帮咱，互阮对教会出去了后，伫生活、伫阮的言行举止的中间，也会当成做好的见证。恳求你使用阮，阮要为着今仔日。阮所听见大专的事工的需要来祈祷，恳求主保守，互阮兄弟姊妹佫有较侪感动，阮会当替学生的工课来祈祷来奉献。主，阮也要为着阮教会中间遮个身躯欠咱的兄弟姊妹祈祷，伫病院的、伫厝里的，主恳求主你赐福医治，也赏赐遮个病人，甲因会全家有对上帝来的快乐甲信心。阮也要为着阮的台湾来祈祷，恳求主。会当来赏赐阮教业雨水，也互阮对安尼欠缺中间会当知影安怎来认捌你。阮恳求主的怜悯，也帮助世界也有真侪国家因伫真严重的疫情的内面，恳求主会当帮助怜悯，互阮真正会当伫安尼疫情内面透过谦卑认罪，主互阮知，阮真正需要你，阮无法度去靠阮家己。主帮助阮会当来超找你，恳求你赐福阮兄弟姊妹，阮未来每一天会当伫主你的面前，阮不但领受恩典，阮也会当学习将阮所领受的恩典去分予佫较侪的人，还未认捌你的人。恳求你祝福阮，阮安尼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一时来吟圣诗，圣诗第397首，圣诗第397首。吟诗线，请陈牧师祝祷，请起立。
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信息的相通，甲恁众人伫地，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